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 Muse 创意设计大奖第2季公布到得奖的名单，芬林褒奖乡公所所主办的褒奖花果文化节，摕到1块金牌、2块银牌，嘛，互国际看到褒奖的传统文化。 由褒奖乡公所主办的2005褒奖花果文化节内容真丰富，负责活动规划的本创行销业者参与这一遍的 Muse 大奖，得到1座创意金奖和2座设计金奖，让国际看到褒奖的传统文化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说，透过我们把这个花鼓文化呢，进一步推广到国际。公所感谢业者用心，因为这一遍得奖成功后褒奖花果文化站点国际舞台，未来继续办理相关活动。包装花鼓一直是代表包装的在地文化，希望这个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啊！希望大家之后也可以多多的来参与我们这个包装花鼓文化节。褒奖花果受到国际肯定，希望这项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承宣扬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